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星期三，家庭礼拜喜乐系列的题目，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箴言14章10节。Taneng sebat ko safau acfang skamutep tusir。Uru rainu falutu isui kheng kisuku mafana ai uripa haknu falutu isui zaiku mama isar nu tau。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，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。通过信心的火炼试验的方法，只有你自己明白。有时候别人来安慰你，你觉得他们并不了解，因为你心中的苦楚只有你自己知道。可是在试炼中，你一样可以有喜乐，而且这种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，因为这是在你里面的喜乐，别人无法了解。为什么你在试炼之中仍然有喜乐？这节经文有人这样翻译：心中的喜乐别人没有办法分享，这存在你里面的喜乐是属于你的，别人没有办法分享。你要在试炼中学习与神合作。怎样合作？就是用信心赞美神，等候神，亲近神，用信心来抓住耶稣。即使有的时候暂时忧愁，但是你要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你只要愿意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，比我目前所看见的环境更真实。我相信神，我要坚信依赖主，然后用信心伏在神所量的环境中，学习回到里面，更深的隐藏在神的同在中，进入安息。不要用脚踢刺，信任神的安排，相信神永远是爱我们的。神每一个决定都有它的作用，神允许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要造就我们，锻炼我们的信心耐心。他不是故意要伤害我们。有些人无法了解逆境，怎会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？很多人以为一信了耶稣应该是凡事顺利。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基督徒要种桃子，他投入了全部的积蓄经营桃子果园。那一年桃树长得非常好，树上结了很多的果实，可是没想到突然下起严霜了，把他丰收的美梦都毁掉了。短短数小时之内，他一切的辛劳都泡汤了，因为严霜冻坏了每一株的果树。遇见这个打击，他就再也不去教会聚会敬拜神了。牧师来看他，他对牧师说：牧师，我从此以后我不要再去教堂了，我没有办法敬拜一位对我漠不关心的上帝，他竟然让严霜冻坏我所有的桃子树。牧师安静一会儿以后，就安慰他说：弟兄，上帝爱你胜过爱你的农作物。上帝当然知道，如果严霜不出现，就可以有丰收。
可是如果没有盐霜，怎么能够培育、塑造信徒有坚定、强壮的信心呢？上帝最关心的是要造就一个信心坚强的基督徒，而不是要生产一批甜美可口的桃子。这是牧师给他的答案。当一个人一帆风顺的时候，常常自以为很有信心，其实不然，要等到考验来到，才会发现自己到底是有没有信心。当我们发现自己没有信心时，要赶快来到主面前说，主耶稣，我还是要相信你，我相信凡事都有你的美意。当你遇见试炼，觉得完全喜乐不起来，可是你知道不信是犯罪，所以学习用信心，单纯的信，继续走属天的道路。如果没有经过这种信心的旅程，你很难达到属灵的高峰。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有试炼的道路，但也是有永恒价值的道路。你会遇见两种的属灵经历，有时候神会给你第一种属灵经历，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爱。可是有时神也给你第二种属灵经历，让你遇见疑惑、困惑、不明白的事，让你觉得很孤寂、孤单，甚至有时候觉得灵里头有一点枯干，走不下去。这属灵的经历使你学习不再留意外面的感觉，开始认识自己真实的本相，开始学习将意志单单的降服于神，安静等候神。在试炼中，你要相信主耶稣仍然与你同在。你可以像大卫一样说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。继续用安静的心来注视耶稣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对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并不了解，我们不要一直挣扎或寻找脱离目前黑暗的出路，我们应该继续来到主面前，继续来触摸耶稣，用信心来触摸耶稣，忠诚的来到主面前，跟主说，主耶稣，我仍然要像过去一样渴慕你，亲近你，等候你。我仍然要像过去一样遵行你的旨意，你的法度是我所喜悦的。在试炼中，反而要经历从神来的喜乐，是从神来的喜乐，人所躲不走的，是满有荣光的喜乐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